其实我想说这一次也去看看，因为我们同仁很辛苦嘛，所以我3个地方都第一段我到机场，那我就跑一个比较远的检疫所，然后去，然后那边站出发比较晚，后来就知道说他们那个4点就要回来，所以我没有等到他们到，不过看那个场地还蛮不错的，3房2厅，那个热水也有电热器、洗衣机、干衣机、电视、WiFi。最重要就是还有泡面很多，但饭还是会供给，但泡面很多。那衣橱里面都是，而且都是不同牌子，每种不同牌子。那拍了7天，那有些3人数的3人数的21包泡面就看起来很大。然后吹风机每一间都有，体温计当然最重要的都有。就是洗衣机、干衣机都有，自己可以晾，自己可以洗。那有个地方它是那个洗脱两用的是，就一个单槽的啦，人家单槽的，那也蛮进步的。那泡面都有了，泡面有两家都有养这样台，那一家有窗，就是大概都户这有窗嘛。那部长，你觉得一支包机最困难的地方在哪？因为刚刚提到说很困难，在整个协调当中嘛，还是说在整个的这样子，我们的跟对岸的这个，我想说认知差异，那当然在文化上，我认为有一些差异了就是他们比较，我们这边其实我们在防疫中心里面，相对的我们在专业比较疏导力稍微强一点。我想任何国家当然是这政治啦、经济啦各方面，外交都会影响到防疫。可我们这毕竟还是在疫情指挥中心，还是受到比较多行政单位的一个尊重，所以这样考虑。那看起来他们这边就会好像政治就有一点比较会有那样的味道。不过这是他们的一个体系，本来就这样子嘛，也不能说谁怎么样。不过因为这样，那对话上就会有一些奇怪。像我刚才看到我讲说，在面罩这事情。我会很体谅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从专业里面会想到他们想法，他们认为他们这已经都 OK 了，所以他觉得是干净的，他不需要戴。好，那可是他们不能够体会到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说，那这个病毒这么多的一个变异的情况，那既然都已经最后一里路啦，那只差一个面罩，干嘛？帮我查下这，对不对？就大家人会当给做一挂挂，能多做，差不多脚上我们今天回来全部都要消，你也可以讲都不用反正都干净啦，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要消是不是？我觉得消，大家拢较放心嘛，因嘛放心，阮嘛放心嘛，大家拢放心，能够让大家多放心的事情就会到。所以如果能够专业对话多，大家将心比心的成分就会高了。那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否则就很容易被引导到政治的现在熟客讲有尊重不尊重这种问题，那反而就变得很难解了。好，部长，大家都很关心说，网友关心说你这几天到底有没有好好休息有没有正常吃饭？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是大家都很关心您的健康状况。好好休息当然是没有，都没有睡，当然是没有。不过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以前有值过这种大夜班的经验嘛。反正就是这样。吃饭有今天早上吃烧饼，昨天晚上吃什么？在那边简单吃，有没有吃宵夜？没有那部长，因为行政院长有提到说，昨天在立法院有提到说，因为对于您这么辛劳，然后他是有想说需不需要找个备位的指挥官的这件事情，但他又不敢说。到时候您谁不敢说？就苏院长他也不敢，好像不太敢跟你提这件事。他不敢跟我跪了，苏院长可能事前就直接就跟我讲，没有你。谢谢。